跟住咧，我哋就會有幾分鐘嘅時間咧，俾每區嘅候選人講幾句説話，同埋咧佢哋助選團為佢打氣。好啦，九龍東嗰啲助選團出嚟，九龍東觀塘嗰啲，但係佢哋係着嗰件即係唔係我哋啲紅衫不過唔緊要，咁啊着紅衫嗰啲撐下土嗰啲上嚟唔該。好嗱，咁啊其他隊咧超級助選團，孔令瑜，俾你掌聲！都英雄嚟啊！孔令瑜本嚟就唔俾阿土去參選嘅，我啊幾乎跪喺佢面前咁滯啊！你一定要俾阿土去選㗎嘛！我哋要俾啲掌聲啊 Jackie， 多謝孔令瑜。夫妻檔好勁嘅一定。好嗱，我哋將個咪咧就交俾阿陶君啦嚇。我哋本來毓民呢句説話咧，就係我想講嘅。我選完區議會之後咧，孔令瑜第一個同我講，九龍東5席減4席，全世界所有嘅選舉打低現任嘅比率少過10%，包括美國在內，香港亦都唔例外。毓民1、2月嗰陣打俾我，電話裏邊咧全部都係粗口。最後我結尾就話唔使講嘢，你一定要去選，你中意揀九龍東就得，你中意揀九龍西都得。我今次嘅競選口號咧，為基層、為民主、為公義，我肯搏；為民主，我肯搏。20多年前，我做學聯嘅秘書長嘅時候，今日嘅情景咧再重現。1989年5月4號喺遮打花園咧，就係咁多人。嗰一刻，我決定，無論點都好，我要為咗1989年死去咗嘅同胞同埋學生，我會同佢為爭取中國嘅民主，爭取香港嘅民主，同佢哋抗爭到底。為基層，我肯搏。我記得04年底嘅時候，領匯嘅問題，我哋入稟法院司法覆核。我當日睇到嗰個月所有嘅報紙都係鬧我鄭經翰、鬧我陶君行、鬧長毛、鬧陳偉業。孔令瑜同我講，佢話如果你不能夠堅持呢個原則嘅，你參選嚟做乜嘢？你唔可以因為為咗選票而放棄你自己嘅原則。為公義，我肯搏。05年嘅時候，同阿長毛同埋阿牛佢哋一齊啦，去呢一個東隧嘅門口抗議。其實好普通一次嘅抗議，我都估唔到咧，俾人拉咗之後咧，跟住告我哋阻街。我初時以為咧都係好似泊車非法泊車咁樣違例罰款，交呢一個320或者480。點知原來咧判我哋咧係12日嘅監禁。好彩咧，最後終審法院咧都推翻呢個判決。不過我哋相信，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？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？社會民主連線同我哋嘅路線係最清楚，因為我哋唔單止會堅持原則，我哋唔單止淨係得把口講，我哋唔單止淨係喺個立法會嘅冷氣房裏邊吹水，我哋係會走上街頭組織群眾，因為我哋相信群眾嘅力量。後日嘅立法會選舉，你支持你自己，即係支持社民連。多謝。我哋拉幾句口，撐下肚好唔好？好。不過你接翻個肚嗰段片啦，一陣就接翻個肚睇下佢頂人嗰段片。支持社民連，
支持社民連，票投陶君行，票投陶君行，撐阿土，撐阿土，撐自己，撐自己，撐阿土，撐阿土，撐自己，撐自己，支持陶君行，支持陶君行，踢走陳鑑林，踢走陳鑑林，支持陶君行，支持陶君行，踢走陳鑑林，踢走陳鑑林，撐阿土，撐阿土，撐自己，撐自己，撐阿土，撐阿土，撐自己，撐自己，多謝各位。好。九龍東啊，九龍東記得下9月7號，9月7號投幾多號啊？2號土君行啊，撐阿土，操走陳鑑林，我哋睇下精彩嘅片段先。我覺得你話你會。